许多年长者生活习惯节俭，平常除了买米买菜以外，其他非必要的物品则是能省则省。华山基金会台南 B 区特别结合区内各个天使站，邀请许多爱心商家设摊，并提供长辈300元的点券，让他们享受难得的购物乐趣。华山基金会其实我们在每年的例行服务当中，都一直在思考，我们还可以为这些弱势的长辈做些什么。所以在今年的部分，我们各地的站长发挥了奇想，我们举办了一场闪亮银发派对。在这一场派对当中，我们发行兑换券，每位长辈可以有300元的点值来兑换他们所需的物品。那我们也非常努力的筹措，包含像民生的物资，牙膏、牙刷、洗衣精、沐浴乳，甚至是吃的蜂蜜、面条、那凉糕、卤味、豆花等等，阿公阿嬷就可以像我们一般人一样，在这一场园游会当中尽情的享受采购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这场闪亮银发派对内容丰富，有舞蹈演出、义剪及推拿等服务性摊位，还安排了扑克牌捡红点、斜巴辣比大小等益智游戏，帮助老宝贝们多动脑，延缓退化防失智。华山基金会照顾长辈的用心，获得政府及民代的肯定与支持。这10几年来跟瑶瑶的合作，因为我之前是在人的公所服务，所以有很多事情都时常要跟瑶瑶这边跟我们的仁德站这边、我们的黑石站这边一起合作，去探视我们的独居老人或者是我们这些角落，我们社区角落的一些老人家所以长期这样做下来之后，每年我都会尽可能的参与我们华山基金会每一个活动。代表着咱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阮社会局郭乃文局长来参加着咱今仔华山基金会来伫咧中秋这个前夕啦进前来举办着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活动邀请着咱一寡长辈时代共同来这现场嘛有一寡咱的摆档嘛有一寡义诊的这个部分会当互咱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安尼相加做伙共同咱表达着咱做事势对于咱长辈时代这个关心嘛代表市政府咱黄伟哲市长甲这长辈时代先这预祝这个佳节快乐。台南历经年初的地震到近期的台风，陆续重创弱势长辈的生活，积极复原的同时，也急需社会大众伸出援手。华山基金会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欢迎善心朋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关怀弱势长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